国内关心咱国内消息，对抗疫情的关键时刻，主管机关甲地方政府拢有提出一寡防疫办法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建议讲，上班时间上好是分开，唔通整做一会。同时，伊即摆咧研究相关的办法，即礼拜讨论后就会决定。今仔日是清明连假头一天上班日，内政部就领先各地区、各单位扩大即个上下班即个春季时间，为本来1点钟调整为2点钟，透过通勤的分流减少，甲群众近距离接触机会。另外，双北市政府嘛拢有分流的计划。清明年假结束，内政部员工拍卡上班时间又甲真开。原本单程上班时间是8点半到9点，即马调整至7点半到9点半，就是希望让达到分流效果。交通尖峰的时间，那大家挤在一起可以分流会比较好。我还是照常时间，对，可能晚一点会有比较晚的人。因为我平常大概都8点半啦，我今天稍微晚一点。内政部若是扩大单程的上下班时间，这休岛时间冇调整。另外，嘛有这居家办公甲异地办公，看疫情发展随时启动。不只是计划做好，我们是连这个设备相关的设备、电话资讯系统全部都建置完成了。在新义区的台北市政府嘛有动作，拜一到拜四上下班时间单程是扩大至2点钟，若是拜五因为附近相关人潮变多，上下班时间是到2点半钟。那因为系统要做调整，所以我们今天调整以后，我们会在礼拜3正式的上线。那是伫新北地区的新北市政府本来就有单程上下班机制，目前无分流规划。不过即马开始要求员工上班拢爱挂嘴烟，另外还佫使用财勤拍卡 App， 透过手机就会当拍卡上班，减少甲拍卡机接触的机会。